来关心2012年，伫挪威有一个查甫人，伊号做布雷维克，伊发动爆炸含枪案，杀死77个人，落尾是互判刑，爱关21档。伊即摆互关伫一个有篮球场、佮健身房通用的所在。毋过，伊也是认为讲，挪威的政府侵犯人权。伫采买时，第二怪对政府提起告诉，伊要求爱解除伊毒机，也佮有限制伊对外联络这物件。2016年头一摆控告政府侵犯人权，判77条人命的布雷维克出庭的时，亚官入喙手势，佮表示极其立场。伊采买佮一摆提过，表示家己伫2012年以来，多方单独监禁，因此甲外界通信已经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，任何人无应该遭受酷刑，也是无尽到，也是有辱人格的态度，也是处罚。代表司法部的律师表示，布雷维克构成继续的安全威胁，高正教化对伊无效果，应该维持隔离。44岁布雷维克是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，于2011年7月2日，先伫首都奥斯陆总理办公室附近，因部汽车炸弹造成8死30人轻重伤，然后走去乌托亚岛，继续警察攻击中左派挪威工党青年营的活动，造成69死66伤，加做史上上惨重的连续杀人案。伊审判时拢无后悔，将攻击行动描写是反对挪威多元主义的是日军当中，嘛引起其他国家的新纳粹种族主义者第二次发起恐怖攻击。布雷维克被判挪威法律中上悬刑期的21年，期满若讲有关对社会构成危险，会当无限期监禁。当地司法注重教化。工作环境人性舒适，布雷维克单独关伫10平的环境，工作内底又有厨房区、餐厅、电视房，甚至 Xbox 游乐器，也会当使用篮球场、健身房。布雷维克所有真侪不满，怨叹家己无收，手铐无舒适，环境无装修等等。去年捌申请假释。也毋过，被判定无悔改现象，无得到批准。真侪人认为，布雷维克控告政府甲挑战假释，拢是为了继续要引起大家的关注，宣扬新纳粹思想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。